這個指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指標之一。它有分層成交量分布圖，它有吸收分布圖，它顯示成交量差值，它顯示吸收流動性區域，它顯示吸收熱力圖，並且它在價格圖表上顯示成交量活動氣譜，所以基本上它是一體化的。我在 TradingView 上。好的，讓我們在這裡添加指標。我們點擊指標，然後搜索 Whale Liquidity and Absorption Profile。這個是 Algo Alpha 的新指標。好的，這就是這個指標，正如你所看到的，它在我們價格圖表上。這個指標有不同的組成部分，我會全部解釋，以便你完全理解。這裡我們有一個成交量分布圖，但這是一個分層成交量分布圖。如你所知，成交量分布圖分別顯示每個價格區間的累積成交量。在這個指標中，默認回數週期設置為200，因此對於最近200根 K 線，此期間的價格範圍被分成相等的部分，每個部分代表一個小價格區間，並且對於每個部分，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水平條，該水平條顯示該價格區間內累積的成交量。正如你所言，對於每個價格區間，根據成交量的多少，我們有不同大小的水平條。因此，這些水平條中的每一個都顯示了相關價格區間內的成交量。但與其他成交量分布圖指標不同的是，這裡我們有分層成交量分布圖，這意味着它顯示了跨價格區間的堆疊買入活動。因此，在每個價格區間，它分別顯示了買入活動的不同強度。亮紅色表示強賣出，暗紅色表示弱溢出，深綠色表示弱買入，亮綠色表示強買入。如果你只想看到更強的買入或溢出量，在指標的設置中我們有一個更強選項，所以打開設置。如果你向下滾動，這裡可以看到這個選項。如果我們打開它，成交量分布圖只顯示買賣成交量中強的部分。這很有用，例如如果你想確認買入或溢出信號，並且想確保你基於交易策略的買入或溢出信號背後有強勁的買入或溢出成交量。好的，現在讓我解釋一下吸收分布圖。在成交量分布圖的右側，我們有吸收分布圖，這是基於 K 線影線的吸收活動匯總。如你所知， K 線的影線根據影線的大小顯示價格被拒絕的不同程度，並且通常與市場中的流動性和流動性稱數相關聯。該指標匯總了高位影線的買入和低位影線的溢出，並以你在成交量分布圖右側看到的這些灰色水平條的形式在此處顯示。條越大，該價格區間吸收的成交量越多；條越短，該價格區間吸收的成交量越少。因此，對於成交量分布圖和吸收分布圖都具有相對較大水平條的價格區間，它們是我們有顯著成交量活動的區域，因此它們可能是價格圖表上的關鍵區域。如果我們進入指標的設置，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不要再等了，今天就開始吧。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由人工智能驅動，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的利潤。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在這裡，如果我們向下滾動，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檢測價值區域。如果我們打開它，指標會顯示超過默認30%目標百分比的最高成交量價格區間，並以這種方式高量顯示。因此，在這些價格區間，我們在成交量分布圖和吸收分布圖方面擁有最高的成交量。好的，現在讓我解釋指標的其他組成部分。在成交量分布圖和吸收分布圖中間，我們有成交量差值熱力圖。它在每個分布圖單元格內顯示成交量差值，即每個價格區間分別的買入成交量之差。正的成交量差值顯示主導的買壓，並以綠色顯示。綠色越亮，
買入越強，綠色越冧，買入越弱。負的成交量差值顯示主導的肉壓，拼以公式顯示。公式越亮，肉出越強；公式越冧，肉出越弱。因此，這個成交量差值熱力圖幫助你快速找出在每個價格勾間內是買壓主導船是肉壓主導，並且它船讓你了解其強度或弱點的程度。好的，現在讓我們轉到圖表的這一部分，看看我們在價格行為上方的這個勾域有哪些疊加，或者可以添加哪些疊加。你在這裡看到的這些公式和綠色勾域是來自吸收分佈圖的吸收峰值，它們實際上是可操作的關鍵勾域，價格在這些勾域附近有過反應，因此它們有潛力成為未來價格行為的支撐或阻力水平。綠色勾域是潛在的支撐水平，公式勾域是潛在的阻力水平。如果我們再次進入指標的設置，如果我們向下滾動，這裡我們有一個顯示氣泡算項。如果我們打開它，指標會在價格圖表上添加一些氣泡。如你所見，這些是我們在市場中有顯著成交量的價格勾間，這意味着我們在市場中有顯著的市場活動。氣泡越大，成交量越高；氣泡越小，成交量越低。因此，借助此功能，直接在你的價格圖表上，你可以找出哪裡有顯著的成交量，並且它們可以指示市場中的重要水平，因為市場參與者在該勾間如此活躍是有原因的。因此，如果供需之間也存在顯著的不平衡，該水平可以成為未來價格行為非常強大的支撐或阻力水平。好的，在這個指標中船有一個功能可以添加。如果我們進入指標的設置，如果我們在這裡向下滾動，你可以看到我們有吸收熱力圖。如果我們打開它，將根據吸收分佈圖向圖表添加一個熱力圖。因此，借助此熱力圖，直接在你的價格圖表上，圍繞價格行為，你可以看到哪裡有更高的成交量吸收。這樣你就可以識別出可能作為未來價格行為潛在支撐或阻力水平的流動性勾域。此功能的問題在於，當你添加它時，成交量分佈圖、成交量差值熱力圖以及吸收分佈圖都會消失。因此，如果你希望它們全部一起顯示，你需要向圖表添加另一個此指標的副本。這樣，當添加的指標之一激活了吸收熱力圖時，你也可以同時擁有成交量分佈圖、吸收分佈圖以及成交量差值熱力圖。好的，就這樣。感謝你觀看本視頻。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隨時提問並給我留言，我會盡快回答你的問題。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請訂閱並點擊鈴稱，以便收到我新視頻的通知。下個視頻見，祝你交易順利。